来看劳保恐惊会愈见破产，主计总处统计，到2026年的6月底，劳保的负债可能会增加到13.5条，甲2024年比起来一档就增加1.7条的负债。专家是认为，这可能是因为人口老化、少子化，再加上通货膨胀的影响。有劳工团体嘛建议政府设主权基金进行劳保改革。劳保破产的几率增加，主计总处公布115年度中央政府的总预算。统计讲到劳保稳定负债的问题，也就是未来爱负担法定给付的义务，到2025年6月底为止，增加到13.5千亿，一年来直头增加1.7千亿。物价到多少趴 ，CPI 到多少趴，委托的精算单位他们通常就是假设的那个参数会用比较高估的方式去假设，其实你事后去检验，跟实际状况都有蛮不小的落差啦。第一个少子化，那少子化呢，这个年轻人呢，他入职的这个人口他就少，相对的，现在这个时代已经是碰到婴儿潮时期，请领的人多，可是相对的缴的人少。劳保稳定的负债直头增加，嘛连带亚关国际政府稳定的负债有甲20.5千亿。专家分析，主要甲人口结构高龄化、甲少子化有上大的关联。另外，物价指数嘛，为过去0.9%亚关到1.8%。老年年金的给付对通货膨胀大幅度增加，整体支出的速度是远远大过收入。应该政府要仿效挪威养老基金的模式，成立所谓的主权基金。那它的财务来源有很多，包括去课征富人税，那包括从其他税收的部分来挹注。专家认为，劳保面临结构性的问题，一定要改革修法。不过，嘛需要主权基金来支付需要的资金。专家提醒，目前经常性薪水已经有到4.7万，不过劳保的等级上悬敢若4.5800，若无应用的措施，劳保的问题恐惊真好改善。记者综合报道。